谢谢，谢谢三位。这不就是英文版的左右为难吗？如果每一对情敌的和声都这么完美的话，我们倒是也不介意世界上多一些纠结的感情。哇，没说经纪人也可以伴舞啊，其实我们家海涛跳的也不错。谢谢三位，特别谢谢萧敬腾，谢谢我们的林志炫带来完美的演绎，谢谢。台哥，好了，连林志炫在这个舞台上都蹦起来了。
这个舞台还要怎样？哇！哎，你站在中间还挺好的。敬腾在这个舞台上嗨了，你完全好玩啊！下一届来吧。好。直接就邀约你下一届来好不好？然后如果有机会来的话，我经纪人可以让给他吗？对，是的，就这样就让了呀。刚才不还是都。现在场上完全跟你以前的感觉不一样。我觉得是即将要那个这最后的倒数2首歌，那如果不能弄不一样的话，那不是浪费了？那倒也是。对，2位啊，志炫、敬腾，用你们的名字向你们致敬。谢谢你们带来的这么棒的这个环节，谢谢，代表所有的观众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也谢谢梦辰，谢谢你们。